广州传统迎春花市开市仪式暨越秀区启动仪式即将要开始了，请各位嘉宾就位，谢谢。太高了。終於等到行花街啦，真係開心到成晚都瞓唔着。係啊，今日咧同大家相聚喺呢個越秀西湖路呢個花市嘅現場，感受呢個過年熱鬧嘅氣氛，好開心啊！不如你任睇唔嬲啦，好嘛？好啊，跟住落嚟啊，精彩節目陸續有嚟咯喎！咁啊，跟住落嚟咧，先等大家透過一段原創嘅舞蹈嚟到感受一下行花街嘅喜慶熱鬧啦。好，俾掌聲歡迎！好，有請我哋嘅舞蹈演員帶嚟原創舞蹈《花街行》，有請。唔該唔該。
着到七彩咁樣嘅呢一個非常之青春嘅呢一個舞蹈藝員，多謝你啊！充滿住朝氣，俾掌聲佢哋好唔好啊？唔該晒，唔該晒，辛苦晒，辛苦晒。咁啊，今日咧獻俾大家好多精彩節目，跟到嚟出場兩位咧，亦都係我哋嘅好朋友，兩位國家一級演員，被譽為這個歌壇的神雕俠侶。這個男士很厲害啊，還是這個跟那個詩仙同名叫李白，太太叫這個張嬌熙啊。我們有請兩位為我們帶來一齊行花街。我覺得你可以出。在這裡祝願大家新春快樂，馬年大吉！讓我們大家一起來，一起新花街。看那春花開放，行行今年有好景，最緊要大家高興，揾眼一係踏平。再看那天空開朗，時時今年最啱傾，最緊要大家高興，七到波身蓋爛令，跟緊你黃金屋，收錢收到好心中，菊花賀你長命百歲，健康享千豐。行花街路喂，你今年敢上威，行花街路喂，你今年冇閉翳。你好好考最威，行花街路喂，你開心足一世。多謝，感謝李白、張嬌熙以及喜羊羊和樂融融，謝謝你們。接下來這個節目也是我們開市儀式的保留節目，叫花神頌。那舞蹈演員呢，將會通過花神祈福儀式來演繹素心花的傳說。那接下來就把舞台交給美麗的花神仙子，掌聲有請。2000年前的漢朝，南越人無論男女都喜歡以花為飾，其一用作頭飾，其二用作燈飾。這種花就是當時的嶺南花魁素心花，因其品味高貴、芬芳清雅，加之能夠解暑清肺氣的藥用價值，使它成為廣州年代久遠的歷史名花。懸掛素心花燈，用以祈福求財；佩戴素心花飾，敬奉素心花神，都是古時廣州人非常流行的一種民俗。下面就讓我們穿越千年，一睹素心花神的風姿。恭請素心花神。相傳素心花神是五代時南漢王後宮中的一位絕色美女，她非常喜歡種花，純潔善良，名字就叫素心，因此素心花又叫美人花。
丽的素心花神，将把代表祝愿和祈福的鲜花送给各位尊贵的嘉宾，祝大家吉祥如意，好运连连。唔該晒，音樂停咗係咪繼續送嗰啲花？每一個地區，即每一個區嘅花市咧都好有特色嘅。冇錯啊！咁先講我哋呢個越秀先啦，好嘛？越秀花市嗱，我哋好多資料㗎，因為咧我哋係以呢一個逛百年花市品千年越秀為主題嘅。好似我哋身後呢一個叫做共樂樓，一個係同樂啊歡樂嘅樂啊，就係樂啊共樂樓，係大家同歡共樂嘅意思。佢係源自呢個宋代嘅名樓，亦稱為越樓，非常之有意思，可以去打下卡嘅。另外咧喺海珠方面咧，亦都好有意思。海珠區咧喺廣州塔嘅廣場咧係開設咗呢一個水岸花市，長達13日嘅。水岸花市啊，係好特別喎，一定要睇睇。水為財啊嘛。係啊，咁啊開幕式都搭水啊嘛。係啊，所以咁啊從化區咧都有喺街口街坊雲嶺濕地公園咧有從化區嘅花市啦。咁啊一邊行花街又可以逛公園喎，真係相得益彰啊！係啊，仲有少唔到咧，可以去我家鄉花都嚇。我哋花都咧有個花卉市場，啲花市都好靚㗎。仲有荔灣嗰邊嘅水上花市啦，係啊，咁總之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啦。係啦，今年咧我知道花市仲有新嘅搭檔係咪？係啊，咁呢個搭檔咧好特別嘅喎，請佢出嚟好唔好啊？係啦，哇！因為我哋今日嘅花市咧就係傳統與科技相結合，哇！俾掌聲！雷厲風行啊！未睇我咁大隻，其實我係一個貨真價實嘅20後 BB 嚟㗎。我係2025年出世，今年先啱1歲咋。咁啊，嗱，你頭先自我介紹完啦，不如同我哋所有嘅朋友送上呢個新春嘅祝福好嗎？莎莎喺呢度，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裏馬年大吉，金馬迎春，歲馬呈祥，龍馬精神，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策馬揚鞭，馬上有福，馬上有財，馬上如意。馬到功成，哇！犀利喎，睇唔出佢年紀細細都幾識講嘢喎。係咪個女仔嚟㗎？口才了得啊，叫秀秀啊！好中意自己，係咪好苗條啊？好似女士咁嘅秀秀啊！不過聽講你都有才藝㗎喎，睇下識得表演㗎喎，不如跳隻舞嚟睇下好唔好啊？係啊！嚟 music， 跟住落嚟嘅時間交俾你。醖釀情緒啊！係啊！要醖釀情緒啦，可以開始啦。需要大家現場嘅掌聲啊！好多人拍掌，可以開始。哦，無聲勝有聲，無形勝有形。music 開始。行花街啦喂！呢邊嘅朋友你好啊！哇！做扭秧歌添喎，閹歌湖也來了。哇！真係得喎！街舞都嚟埋。恭喜你發財，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請過來，不好的請走開，和你的人無關。祝大家笑口常開，用心發愛去觀看明天的我們更厲害。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哇！犀唔犀利啊？恭喜發財！喂，諗到跳得仲好過我。好型啊！搞錯！哇！真係你追
緊要咧，劉德華都做過背景音樂嗰度緊要喎，真係。係啊，哇！即係今次嘅呢個開始儀式咧，真係傳統同科技相結合，好有驚喜啊！俾個讚你。嚟，再下次最好加個派利是嘅環節，啲利是喺度咁飛出嚟嘅。可以喎嚇，我哋明年升級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多謝你一個機器人秀秀2歲嘅 BB 為我哋帶嚟咁精彩表演。除咗佢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一個做咩 encore 啊？佢話我嘅表演完畢啊！要加長啊！等慢慢先，慢慢等等先嚇，因為咧有靚女，有靚女。係啦，跟住落嚟呢一班仙子要登場咯喎！我哋廣州市11個區嘅花仙子咧，亦都嚟臨現場㗎。不如我哋將呢個舞台交俾佢哋，好嗎？飛吻，識飛吻。咁我哋翻去先啦，好嘛？我哋翻去睇睇花仙子登台啦。你係咪講粵語？誒，呢度這邊就 this way。哇！對鞋好型喎，黃色。好，我哋俾掌聲花仙子。11個區嘅花仙子嚟臨現場見證啊！數下夠唔夠人先？6個、5個係好嚴謹㗎，我哋做嘢。馬上就係我哋嘅開市儀式啦，非常之期待，萬眾矚目啊！亦都邀請我哋現場嘅朋友同埋睇緊直播嘅網友咧一齊嚟見證同埋參與㗎。好啦，咁啊，我哋要請呢一個嘉賓係嘛？我哋先請醒獅準備下先啦。冇錯啦，今日亦都喺呢個時候咧，要同時咧恭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啊！接下來我們有請2026年廣州傳統迎春花市開鑼啟動儀式的主禮嘉賓，有請第30屆布拉迪斯拉法國際插畫雙年獎金蘋果獎獲得者、著名兒童題材畫家梁培龍老師，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副總經理劉洋，廣東煙堂乳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銷事業部總經理陳松湖，還有鮮花檔標王劉世之共同上台，同時呢也請11位花仙子一起來見證，有請各位主禮嘉賓。頭先介紹嘅時候咧，標王就唔見嘅，而家標王喺現場係嘛？係啊，我哋有請各位主禮嘉賓，包括梁培龍老師啦，我哋劉洋副總經理、陳松湖總經理、劉世之，我哋嘅鮮花檔標王啊，共同為我哋開啟。好，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呢位係標王係嘛？哇！呢個哥哥係標王係嘛？就你是吧？OK，好啦，人齊啦。好，我們也看一下，已經準備就是我們誠邀現場的所有嘉賓朋友一起來倒數5秒，好不好？係啦，4位準備好啦，佢哋要做嘅事情咧就唔係打罐蛋，係為我哋開鑼花市用幸運之手，大家準備咯喎，我哋從5開始數，從5開始倒數，好不好？好，我們一起來。各位請準備，你哋先拿那個鼓槌，幸運鼓槌啊，讓外面的嘉賓我們可能往裡面再黏因為這樣才能敲得到來，我們從5開始倒數，好不好？來，5、4、3、2、1，廣州花市開鑼咯！熱烈祝賀2026年廣州傳統迎春花市正式啟動。喜迎走馬觀花客，珠江水暖，爭做弄潮追夢人。大家
我哋而家喺大家見證下邊咧，今日嘅我哋廣州11區嘅呢一個花市嘅呢個聯合嘅開市儀式咧，就係即將要圓滿結束啦。跟住落嚟咧，會有一精彩嘅呢個系列嘅，包括我哋呢個花仙子啦，會進行呢個巡遊啦，會有呢個各方各面民族嘅表演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冇錯啦，咁喺今日我哋正式開啟呢個花市咧，咁亦都歡迎廣大嘅市民朋友啊嚟我哋廣東廣州過大年，嚟我哋廣州行花街。真的非常開心，非常暖心，陽光出來如沐春風。對，哎呀，心暖人暖，天氣更暖，我們過年更暖。對，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裡龍馬精神，馬到成功。馬年大吉，行大運。多謝大家。行花街啦喂！接落嚟開啟嘅係民族文化大巡遊。
盛况。